起码换我考你，虾啊买回来你拢安怎处理？拢爱放咱巴肚来较规气，啊无我若放当吼外口吼，真正连面头都乌起来，乌拢变乌色色而且个会有臭味出来，就无新鲜去咖喱，变哪保存？安尼，咱就摕一个这个密封袋、保鲜袋吼，来，安尼一尾。你若倒豆腐粉的敢袂使？无要紧啦，安尼扣起来是点好吼，安尼放入去了后，好，扣一对无？来，哇，咱倒一寡水入来，对个来，嘿，水爱偌济？绝对爱淹过虾啊！哦，谁哪会加水你知无？因为要送入冷冻库结冰。安尼，对，结冰哦。嘿，啊，毋过结冰出来感觉乌乌。袂，安尼封起来了啊，对无？啊，每一只虾啊，拢伫咧水内底。哦。安尼你就放咧恁兜的冷冻库，甲摕入去，安尼冰起来。你要食的时阵，甲摕出来，等甲伊退冰了啊，你才一尾、两尾、三尾，看你要几尾，摕出来食。安尼这虾啊，就袂臭扑鼻。比如讲，咱这豆腐买回来，今仔日食袂完，要安怎处理？来，你就先甲刀啊吼，安尼甲切的，切到安尼规块，对无？然后你再甲你的保鲜盒摕起来。保鲜盒来啊！来，保鲜盒摕起来。嘿，安尼甲倒入去。你讲食袂完的时阵？对，也是袂赴煮的时阵，你就安尼甲收起来，放伫你的保鲜盒，真简单。吼，咱小甲整理一下。然后咱倒一点仔水，赶快倒水。对，水一定爱淹过你的豆腐，差不多8分甜。嘛是爱淹过伊的，对。嘿，差不多8分啦。哦，这还好。安尼8分的时阵，若是安尼哦，咱放一点仔盐花啊，还是要放一点仔。嘿，放一点仔盐花啊入去，安尼互伊保存。哦。然后安尼了，挂甲盖好好。送咧恁兜冰箱的下骹站，安尼冰入去，安尼当几工？吼，我甲你讲，3工你食，原材好好，袂臭酸，而且甲你共款软好食。大家嘛安尼讲。